其实这世界充斥了因果，无尽的也让时光。Hello，哔哩哔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反派初始化的 OP，下个黎明中的制作演唱者白沙 Joss。下个黎明中这首歌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其实经历了挺多事儿的。对，然后也做了说实话是第一次做了很多个版本，为了同一个作品，所以真的很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在里面的编排，然后乐器的演奏，还有这首歌最后的混音，其实都是费了很大的力气的。对，所以呢，这首歌有很多歌词上面对于剧情和对于角色的一些参考。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歌词里面找到一些有趣的线索、有趣的想象空间吧。反派初始化将于4月16日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映，希望能与大家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各位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反派初始化 ED 奉陪的演唱者Momoko。反派初始化将于4月16日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，希望大家能够喜爱我们的音乐，支持我们的动画。那就让我们一起相约 B 站，与大家不见不散哦。Hello， 哔哩哔哩的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反派初始化 ED 奉陪的演唱者阿斯特，非常荣幸这次能有机会演唱这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反派初始化将于4月16日11点在哔哩哔哩独家播出，希望与大家不见不散哦。